写互学生朋友的代志。六，恁是游台湾。古水的恁是伫美国出世，从细汉互阿嬷带，所以英语以外台湾话嘛真敖讲。5岁迄当，阿嬷甲伊讲，恁是阿嬷带你来去台湾佚佗，欢欢喜喜甲阿嬷坐飞机来到桃园机场热烈视察。毋过人咧讲啥，伊拢听无。大舅来接应，讲啥伊嘛听无。阿嬷甲大舅解说，你讲台湾话，伊才听有。来到大舅因兜，嘛是厝内讲话伊听无。大舅一个后生读高中，用英语甲伊吐，小可会通。大舅有一个查某囝，名做喙，甲恁是平岁，虽然话语袂通，两个真相好。坐做伙看电视，恁是袂晓看字幕，也袂晓听，拢用摇的。突然间去转到公司台语台，恁是听有足欢喜，满喙也听无。恁是英语翻译互伊听，喙也听无。甲阿嬷去菜市仔，足济好食物，毋过人讲啥嘛是听无。阿嬷甲人解说，你讲台湾话，伊才听有。卖肉粽的乌巴桑感觉真奇怪，掠伊真看。安尼过一礼拜，恁是挡袂牢，甲阿嬷吵。阿嬷，你毋是讲要带我去台湾佚佗？阿嬷讲，遮就是台湾啊。恁是讲，太下拢无台湾人。阿嬷应，戆囡仔，因拢是台湾人。恁是想无？阁问阿嬷，伫咱遐美国人讲美国话，伫遮台湾人太会讲中国话、美国话，无讲台湾话。阿嬷煞袂晓应伊。